台中市长卢秀燕主持着元旦升旗典礼，这是伊市长任期的最后一届，是一直替家己滚生笑。讲去年爵士音乐节开幕，伊表演讲古，因为灯光拍伤强，是甲伊的面照甲白死煞。市长阁讲，伊今年施政的新目标是要鼓励大家生囡仔。伊讲，若是会当哦，伊嘛正想要阁拼一替。最后一年。 我们仍然有许多新计划。台中市长卢秀燕上尾一摆主持元旦的升旗典礼，心情真好，佫会讲笑开。还是大家要听我打鼓。卢秀燕问大家要听伊拍鼓无？因为伫咧去年这岁音乐节开幕时表演拍鼓，因为灯火光线收光，家己的面笑甲白死煞，好网友看甲起爱笑。除了留过去的代志，嘛讲今年施政的新目标，要提悬生囡仔补助，鼓励大家加生囡仔。要不是我太忙哈，你们都太没志气，也有点年纪，要不然我真想爱台湾哈，再拼一次。卢秀燕出面讲，佫想要拼一体，炒热现场的气氛。明年的升旗典礼就是要由下届新市长来主持。卢秀燕讲要交棒，徛伫咧伊两边边仔，就是已经表态要争取2026市长提名的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和立委杨琼英，两人无啥伫咧互动，表情嘛真严肃，全部拢是靠卢秀燕一个人伫咧台野顶甲大家讲笑开半晚，才互这一场升旗典礼较无政治味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